超强新生上门来挑战。爱拥抱总是太慢。你的声线呢，传达出一种斯文的男生，然后很深情的感受，非常充沛的投入，所以非常吸引人。由20位 DJ 投票计分，可选择投给其中一位，或同时投给两者各1票。马上呢，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位挑战者了，黄文熙，你好。安南哥好，郑文杰好。记得那个时候你还没得奖，也是来上节目，我们来那边爬悬崖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有去垦丁。我想说他是高雄人，我就跟他讲了好多话，说要加油，不要怕的。哎，突然得奖了，太厉害！所以跟康哥讲过话都会得奖。不是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啦，而且把国语歌翻成台语歌就是你嘛。对，男人 KTV。对对对，其实今天来这边来参加这个超级歌喉战。其实我选的是国语歌曲啊。那其实我选这个是有原因的。OK。因为6、7年前那时候参加比赛嘛，那其实一开始其实我还蛮喜欢唱国语的，是。可是后面这个分数都不是很高，后面。就是你也唱国语的分数，拢给啊，一定要唱台语。对，那隔了6、7年之后，我想说，我希望来借个这个节目，然后让大家知道，其实你国语也是唱得很好。看也不要说唱得很好，看这个6、7年之后呢，有没有改变？可以让评审肯定。是 OK， 好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就是让你先好好选择你的关主，是，然后再告诉我们你选什么歌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选择。选5号。5号，好，我们看5号是谁，请开门。温系耶，不要这样了。一开始看到他就开始摇头。温系耶，温系。别啦，你的名字叫文心啊？文系啊，文系耶，文系耶，文系耶啦，别啦。不会，不可以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有那种自信心。对，我们一直怀疑他是他爸爸亲生的。其实我也一直在怀疑，因为他知道吗？很漂亮啊。对啊，爸爸长那么丑。哎，我还有妈妈，我妈妈算漂亮的啊。为什么你会怀疑？爸爸不是，因为我爸是一个很脱线的人，从小到大就是我只要你爸是脱线的，他就是那种大根神经的，就常常会不是把我丢在哪边，他忘了自己女儿在哪。然后有一次是骑摩托车，因为山路都比较颠簸嘛，而且比较斜。对，他的那个什么野狼机车，已经是那种老机车。因为我们家没有很有钱，所以那时候是爸爸是从台北骑摩托车载我们全家回苗栗的那种。哦，那骑很久哎。对，那摩托车。你们家是李堂皇哦。一台摩托车载你们全家，一家4口啊！哎呀，刚刚洗啊，感觉是那种你知道吗？那种前面一个，后面一个，后面上面还要叠一个。然后结果嘞？结果就那个上坡就没力啊，车子就倒推，然后整个翻下来。哎呦，好久没有掉到山崖下。所以你爸爸是这样子，脸摔成那样。后期对不对？对啦，好，选歌很重要，好不好？对，来，你今天选什么歌？他刚刚说要选一首国语歌曲，叫做是萧敬腾的《我不会爱》。哦，那会什么呢？我选林俊杰的《他说》。哎呦，这是孙燕姿跟他合作的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两个都厉害。来，那你先来好了。我先好，准备好了哈。好 ，OK， 来，请开始。金曲歌王黄文兴的歌唱实力毋庸置疑，近年来更往戏剧圈发展。今天除了歌艺之外，更要展现艺人分饰两角的戏剧才艺哦。喂 ，Michael 啊，你即马人伫倒啊？啊，你唔是有讲要去做去录什么超级歌战？啊，即马你伫倒？
嘿，拢几点啊？拜托诶，你也爱去哦，规气我家己去好啊，哦。卖我，嘿，你即摆咧写创啥？哦，我哪伫遮？你哪伫遮？我来讲，我今仔日是无可能互你去参加超级歌王赛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想要参加超级歌王赛总部啊。我爱我弄超级歌王赛，我这几万没帮你。既会唱歌又会演戏的黄文兴，不同以往，今天将演唱国语歌曲，要让大家听见不一样的黄文兴。习惯了你的重量，温柔的压在手上，现在却不得不放。习惯了你的味道，漂浮在我的肩膀，像那从前我们都笑了，都哭了。最后一次一起分享月光，隔着一只行李箱。我知道忍痛退让，只为了一次微笑。我不会爱，拥抱总是太浅太闷，听你常常少说一顿，我用情在深，看不出来。见一份除了我之外的温暖，两人的幸福变成三人拥挤不堪。我试着填满喜剧，再少一块。就算我对你的爱深得像一片海，重得我放不开。亲爱的，我想我不会爱。时间可以抵消感伤，我愿意无限制的燃烧。只要你的今后永远一点微笑，我不会爱。拥抱总是太浅太闷，听你常常少说一段，我用情在深，看不出来。除了我之外的温暖，两人的幸福变成三人拥挤不堪。我试着填满喜剧，再少一块。就算我对你的爱深得像一片海，重得我放不开。真的，我真的不会爱，爱是烧痛我双手的野火。总是太慢，听你常常少说了一段，我用情在深，看不出来。你遇见一份除了我之外的温暖，除了好祝福，我能怎么办？对你的爱就像是一片海。重得我放不开，亲爱的，我真的不会爱。谢谢。
今天一凡挑战2度卫冕，面对实力坚强的黄文兴，能否继续卫冕呢？我先讲文心的部分哦。其实呢，今天选择这一首歌曲是非常考验唱功的。然后你的声线呢，传达出来就是一种斯文的男生，然后很深情的感受，而且呢，整个感情就是非常充沛的投入，所以非常吸引人哦。那再讲到一凡的部分。今天在镜头前啊，看到那个画面真的很美。然后呢，你也是挑了一个难度非常高的歌曲，轻轻柔柔的，然后唱的这一种在非常和谐的一个氛围当中，传递一种孤独的感受。然后我觉得心情就不断的一直被拉扯，这样子，很悲伤，然后一种没有办法形容的悲伤。今天诠释得很棒，谢谢。黄文兴首次挑战广获好评，一凡却因紧张导致些许失误。究竟黄文兴今天能否击败强敌，晋升关主呢？爱拥抱总是太慢，甜蜜常常少说了一段，我用尽再深，看不出来。等不到天黑。雪的光里，绿叶在跟随，放开刺痛的滋味。请揭晓。关主16，挑战者18。哇！所以今天是黄文兴闯关成功哎。你闯关成功哎！那好可怜啊，灵异事件又再度发生了。因为你挑战成功，你要成为关主，还是说你要把1万元拿走？来这里可以唱你自己想唱的歌。对啊，继续啊，就变成关主了啦。对啊。好，那我就继续挑战。好。对，继续证明那个我还可以唱是不是国语歌曲 ？OK。好，谢谢文兴，谢谢。今日战绩统计，5组对决全力拼战，黄文兴挑战成功，晋升关主，从接受挑战者的考验。